先啦，到咗下半場叫有所改善啦，最後就攞唔晒3分，但係都好彩攞到1分嘅嚇，咁啊睇面口都滿意嘅。睇翻啲最後片段先啦，話其實一開波就陳漢偉就以為繼23年友誼賽之後再度攻破港隊大門，但係好彩佢呢球波就吹罰咗進攻犯規在先。呢個波球證好快就吹響哨子㗎啦，因為守門員前邊有個就阻人前進啊。呢邊再嚟啦，香港隊有個第一個攻勢彈到出嚟，呢邊射到有邊個？費蘭道射埋去啊！咁啊，再嚟啦，再射都係左腳嘅艾華頓啦，不過就軟弱無力，守門員伊斯曼啦就好輕易接晒。第一次機會咯，艾華頓策動啊，兜中間大位吉到短波直線，俾到咗柯永佳轉身，第一時間都抽埋去㗎啦。艾華頓策動柯永佳嘅埋門，但係省佢俾人 block 到先。呢邊新加坡嚟啦，彈到埋嚟，小心啊！右邊係空晒㗎，隊長俾落去，再執埋嚟，好彩啊！呢邊包得到啊，包埋嚟就有周元德咋。如果呢個波包唔到中間，呢邊就有機會啊！講到個球點搞法啊？柯永佳12碼點褪後摁個波埋去，門將投咗行，但係可惜啊，門楣就救翻新加坡命，香港爭啲可以領先嘅本身咋。呢邊新加坡守門員伊斯曼開個突擊長傳出嚟啊，放得好靚啊！呢邊再拖落嚟遠處，唔貪功但還爭少少就有機會啊！呢邊再控，機會仲未斷啊！呢邊一級中穿經啊，再射中柱邊出界嘅。呢個波中穿經啊，下半場換出嚟啊，左腳一級，右腳一射啊，個波就貼住出界啊！另一次香港隊嘅機會啦，又係嚟自扎華頓，引下，右腳執到埋嚟，這時如再現，踩埋去中間波子基，咁啊最終咧就門將伊斯曼成功沒收噃。再嚟啦，中穿經啊，趟落去呢啲 killing pass 啊！但係兩個撞埋一齊，好彩個波冇彈落紅色度，最後射到，不過周元德都擋到，輸一個撲球。嚟自一隻哈里斯嘅補射啊！就無疑問咧，就係中村京雅嗰下斜住執埋相當之毒嘅，最終0-0平手啊嚇！